时风。好乐狗的文艺。那就比较早期啦，到罗时风较晚风啊。69年，比多利亚哈妹妹10年。张毕的时间，我说过有吗？好，可以。张毕的时间哈，哎，我你用的。说国语，你到底要说？张毕的时间。老热倒你腿，老热降下來。嘿，大家好，我係蒙古啊。來，今天大家好。哎，也來到我哋流行歌曲組嘅保密整八歲，目前 V 面抓7冠的宋仲谋。哎呀 ，Lucky 7。真的，哎呀，哇！今天會不會 Lucky 8？希望，嘿呀，希望他能夠一直發下去。嘿呀，好。這樣在3關你就可以領錢了。是哈，打完收工，對，就是最高衛冕啦。哎，是呢 V 面咋？比賽之前的介紹呢評審先生。歡迎一介紹先生、70 V 先生、70 V 先生、總 V 先生。來，有獎 TV 啊 ！TV 類似新竹戶口，小本打嚟客家本色。哎呦，客家本色的彈冠啦嚇！好衝過啦！好衝過嘅朋友來咧，歡喜啊！歡喜來衝過。個比賽冇衝腰啦，啊對嘛？係啊，有聽嘛？有聽嘛？有聽啊！有聽啊！70人踢敗了天使台，70人啊！你踢敗了天使台啊？哎呦，圓夢啊！哈，圓夢，圓一個夢，對，圓一個夢，係嘛？特別是天使台，我看我有一年還沒有騎上去，係啊。好衝客家歌嘅係嘛？因為全部都有啦，好，全部都有，大家都衝。因為60人也是從頭台北立聲歌廳啦，台中聯美。哦，歌廳哦，藍寶石上頭去彈歌嘅。哎呦，好彈歌嘅哦。藍寶石有彈過羅時豐嘛？可能有唱到牙籤咯。有，嗰陣時陳清澈嘅。哦，你聯美有看過藝冇？聯美有。有啊，有看過藝。60年嘅時間。民國60人銀盲出多啦，銀盲出多啦，那70人也能出來。可能很忙。香樓有按多嗎？那我還沒啦，那我已經算你60人也北風頭了，沒，跟東風了。
东南西北风那个东应该有风开始翻过啦，不过你了。出来的时间，那些歌厅应该都还在吧？我已经算北风了，南北风尾巴了这样子。对。高堂修跟米。因为嗰樣時啊，唔捌熊先生啊，人都熊哥啊。哦，熊哥。熊哥哈。佢先後創那時客家結果啊。所以你跟熊哥很好，對不對？以前我們的中長。中長，好像哎。所以特別去動手。還好啦。矛盾便宜啊！矛盾便宜啊！我你冇個本地啊。哦，謙虛了啦。係啊，呢個70人嘅車動門都新主席。哦。咪睇到禮拜六去台中接義站台北。哎呦，接機。係啊。動前咩咧？冇啦，嗰陣時反正佢搭下就3點人，所以嚟轉去台北咧關地咩？係啊。那司機哦。唔係，嗰陣時都鐵路局外判。我師傅才接機。唔，鐵路局唔係。鐵路局。哎呀，唔係講，雖然嘅，因為外判嘅安全的部分啊。哦，你是安全人員係嘛？沒，也不是，也是，要是生人來了，人來了是算軍風啊。哦。也算政府。他可能是一個勤務單位啦，政府的勤務單位不方便講啦，不方便講出來啦，係嘛，係倆意思嘛。好了，就莫公門的啦，哎。再講我們要泄露國家大事。就是 F 很 BI 的那種。差不多啦。FBI。哎，你國家差不多兩種單位啦。對，好，難怪看起來有。難怪要叫熊哥嘞，不是一般關係啊。好了，那我們先看本歌。本歌談你跟嘉修老師共評一下哈，嘉修老師。熊哥青魔窗呢？哦，這首歌真的。哦，他不止這首歌，他還出專輯哦。我知道這首歌真的是他唱紅的。對，他唱紅的。哦，還有坎昆的手啊。哦，坎昆的手。啊，對啊，月亮代表我的心啊。哎呦，月亮代表我的心不是鄧麗君哦。他唱的比較好。還有思慕的人。哎，對。哦，他也會唱。佢青海唱歌的啦，要唱清楚嘛，哈。會在啊。哎呀，所以佢咩愛用來表演出嚟啦。唔係人家講唱得清楚嚟，人家條件就挺重，我都幫他提點，口徑都很大。哦，提詞機就出來。對。然後來跟我講，其實他唱得也不錯了，都已經跟上。因為哦，這畢竟要聽某件的，還有感謝我們小康，對不對？前奏也改一下，這樣比較好聽。對，對。配合本歌。哇，謝謝老師，你給本歌給你謝謝了哈。對。所以啊，這個是我們單位裡面感覺上就是大家和樂一起嘛。所以基本從來有防疫冇？先防疫。他們講到有冇？好，我哋入過嘅啦。先冇。幫你調過嘅。做對。先冇按獎咪做對啦。做對。還沒做對啦。加油，好，謝謝。什麼先生？第一次聽到嘉修老師敘舊，全部沒有講題。而且他最後還有一個關鍵詞啊，下擺張磊哈。下擺張磊啊。張磊了，想要唱歌就來，好嘛？好，本歌做對。仲係要機會啊。唔該，你可以下分數啦。可以啊，來，可以啊，5小半嘅分數。90分，本歌啊，90分啊。新夢先生。90分以後。對先。沈夢小強老師哈，還有我最欣賞。厲害啦，厲害。係啊。沈夢兩位。漢字聲。冇，係啊。唱歌好，教就好。反正演一點。翻譯就好。遠演一點夢來先針啦。係啊，一成年嚟就拉埋係啊。係啊。反正你個小我唱砸過來，好嘛？有啲機會啊。係啊，好，拜託，安志 C， 好，可以哈，選擇必當籌，安志 C， 好，錯了哈，謝謝，好。好，OK。本歌啦，這唱歌本來就翻譯就會啊。係啊。身體要健康，以後誒，對嘛？係啊。唱歌就唱下用啊，心情不用強爽。冇乜嘅特色性，先好，嗬。好，來殺下來。殺嚟，一玉田帶來高架。哎呀！總好過去吃了，行過田橋。
就看见一条路，来来去去的脚印，踏上一幅幅地图。穿过的路弯弯，属于当年你家的七家，熟识的叔伯阿姨，走变成三分家，隔壁邻舍。国家讲天南地北，莫讲国家法，国家了后姊妹看相片七家门七家。老跳摆嘅七家，讲法国家，都来转去过去嘅活下。一路行过风雨，一生把的。穿过的路弯弯，想你当年你家的七家，来来去去的脚印，踏上一幅幅地图。礼拜待了某公用的感觉哦。哎呦，抒情歌，看内敛。哎呦，挑战我们评审的歌哦。是啊，哎呦，好大的胆子哦！哎呦，这个是不是大胆啊？其实就是挑战这个，挑战这个啦。哎呀，因为给那个是 rock 那种东西，摇滚，冲得清后，哇，给这个表现的淋漓尽致。但内敛的这个就要看老师们了，哎呀，看现场了，哎呀，对呀，嘿嘿，怎样？你自己觉得呢？内敛的东西，我觉得我唱的比较没有那么细腻。比较没有那么细腻，但有自己的感觉，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唱，就是想象画面去唱歌啊。我不知道什么，就是唱抒情歌或唱比较慢的歌，我都是会想象画面，可是就是不会去，这也是我的缺点啦，就是比较不会去着重在咬字跟细腻度上面，就比较多是在想象那个。而且你唱这种歌，故意穿黑色的是怎样？就是给大白都做肤色了呀，因为我只有黑色衣服啊。为什么？做肤色显瘦啦，显瘦哦，是因为这样，对，这很重要哦，对啊，显瘦很重要，黑色有气势，有关系，而且有种神秘感，有关系吗？对不对？黑色显瘦，我都穿亮色啊，像我不需要显瘦，我就是瘦。对啊，像我穿什么？谁没有礼貌？对啊，好吧，来，唱完了哈，讲4B请上公平哈。我们摇滚女歌后。有挺知道要用这礼拜选歌诶，真的差异很大。好，上到礼拜然后做懂有关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是拿出你自己的强势，还有拿出你的强项。不过今边呢，有任何一种无共样约听出来，这都是一种当欢喜的事情。大概在微信上啊，大概就讲到可能老师啊用白戏，今边我反而要给你鼓励了哈，就是老师念有差哦哈，就迄今边谈到的迄。当标准的客家诗、客家老师的部分，我觉得你很认真，当认真，当认真有學習，也比談到較標準呢，有的客家跟老師談起來就，我覺得是一種舒服的，哈，也係老師的部分嘅時候當青浦哈，就係講到人哋音樂性的話，就是我覺得你今天的低音不太穩。低音不太稳，唱不下去，然後還有因為唱不下去，音就不太準了。高音的部分呢，剛好因為就很特別呢。照理來講，人家高音應該係很敢放的，結果剛剛就有個地方，隔壁鄰舍突然之間抖得有點太抖了，然後有點不太能夠掌控到最後的尾音，這比較可惜，因為他馬上要轉到高嘎這個地方，那這個高嘎的層次，我覺得還做得不夠。我覺得如果可以在層次上面再分一下會比較好。尤其還有一句特別要記得，
这一句跟咬字很有关，七嘎门七嘎，记得你的心情要往上走，结果你往下走就会变七嘎门七嘎，就会往下沉，所以那个线条是不一样的。OK， 这4句非常重要，他们一定要找出那个线条感。好，那你就会有那个想象空间会更多，故事性会更多，甚至你把女朋友拿出来想都可以。好，然后但是如何让它变成一次很美丽的画面，你就会有了。好，加油哦，懂厉害哦，哈。谢谢哦。如果没有女朋友，可以把男朋友拿出来想。反正就是那个人拿出来想。对。没。好了，来，看一下给分数。看一下要停嘅分数。哎呦！马上跟上个礼拜一比，你看掉2分，2分半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有留着就好了哈。不要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加油，继续加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什么又停？可以哈。好，来，沙下来。沙来係李小怡帶來黑你。來，彈完啦。哎，你的聲音質地變了。哎呀，真的嗎？同張磊充恩時間完全不一樣，他的顆粒感增加了。他以前你用以前的唱啊，不要，因为我以前比较。条说死的路，我願意行過就算暗部，無名的來來去去經驗，愛去愛味，空空的插上。匆匆的一切，這夢太嘅飛，但行過內爭啲，個站無停，心肝像有隻空，時間像有日頭。今天有做自己吗？哎呀，昂的位做自己。再问问各位客官了啊，也把自己表现出来了。有进了，也差一点点了，其实有找到自己了。哦，呀，现在的课题，这歌压力挺大的，人生课题，人生课题，对人生课题，到底自己是谁？嘿。
真的，周天人家不会做表演呢。对啊。他们很要向内寻找自己，对啊，向内探索。那个往内寻找自己，我忍住。那个寻找自己比较像从寻找自己，但是像通过公公嘛，用自己去讲述自己脆弱的部分。哦，真的，我觉得我好像这个坎还没有跨过去。对。对啊，你是不是太要求自己，是不是？应该也没有啊，在生活当中或者是什么，在你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，你是不一定是要求吧，是迷惘吧？慢的迷惘，很像这首歌，就像这首歌，所以还在寻找的路上。对，就是好像在成为在做我们可以找到自己，跟透过找自己来寻找角色，然后但是用寻找自己来说自己的故事。我在练歌的时候觉得，天哪，这是那种脱光的感觉。然后我其实说实话，没有在大众面前脱光这样子脱光。都有角色的掩饰。所以就好像就想到啊，还要脱光自己真的是蛮难的。谢谢各位老师们。所以你一直觉得自己是活在虚伪的世界里面的。没黑啦，有上次你以为自己好像我就是这样子，我大概了解自己，但是遇到某些事情发生以后，有事情发生，你才会发觉到言论没人用跟你，而且无事就太平，有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言论没人用跟你，错，对，就是对，如果大家就是有在罗哥他我听不懂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不用什么都懂，我们不求甚解，对，我们也不用这么了解自己，对，做了那么辛苦干什么？就是把握当下就好了。不求甚解，有饭吃就吃嘛，有歌唱就唱嘛，有赛比就比，不要忘词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不要太忘词了。赵比欣赏，好来，高嘎来没黑呐，先什么所以拖下出口，因为我替白。前几百堂也唱过，我就一直有跟他说，我说，你要记得你自己是谁这件事情。你记得我拢讲，我第二位，我第几位拢讲，我知道，我这个下来数国考6条数国考的时候，就像你讲的，我拢这个伤口也还讲，不管它已经愈合了，不过它扒开那个伤疤的时候，其实还是会痛。任何人都同样。我先讲根本，其实不是因为你选我这首歌，而是你选择了你勇敢的一家面对你自家来唱那首歌曲。其实我自家没懂不敢唱那首歌曲，因为你还讲我自家，我们有相同的地方，我们太害怕本配上看到你喜欢多的东西，所以踢给出来的时间，我说哇，是不是老师说最好是踢给黑某窗后，整首歌就毁了。如果你踢给真人唱到懂后，你就开始抓我的耳了。会不会可能？就像你讲的，还冇寻到一家，因为我冇看到你还痴心的那位，只有一台钢琴，甚至一点点的吉他，你要赚到你自家心关度冇？啲情感面来讲，我知道你做得懂好，不过啲技巧，你得睇以前懂到的。不管是转音啊，要是你自家本地学习到的东西，这是我很想看到的，因为这是我看到你最好唱歌的李小怡。当然，因为那首歌真的太难了。后边可能越唱越假啊，也讲你想懂吗？事情这些，我觉得当一个歌手很难，也必须要做，就是你不能完全靠情感去驾驭你。你还有不有一点崩溃了，包括转音的部分，那个地方为什么我能看出你某痴心？因为你要空拍，要升 key， 你根本没有自信，但你有做到，你知道吗？你专一堂，你有周到，你其实有做到。我还问老师说，他有做到吗？有。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的透过不管马个歌曲，还第二舞台，冲马个歌曲的时间，一步一步的疗愈自己。我觉得这两张那个大里头，爱吃到。本特色线数表演者，还有爱别人学习唔得掉，最后一个礼物，好冇？不过今边爱讲的是那首歌曲，爱冇乜个特别爱讲嘅，因为我只看到了跳出不一样，找到你自己。虽然没有完全找到李小怡，你要往你自己确定自信的路走。你今边做案呢？灯光一打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是客家另外一个diva。哦哟。真的，好，就是记得这个黑马萨，就像那首歌曲同样，好冇？加油！好，对，就唯一一点就是里面干嘛要穿？
里面没穿，讲会像摸鱼的要这样去补。对，它里面不穿能播吗？对，好。要不要考虑要不要播出的问题？还是这一集李少宇直接消失？他最近不是健身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是2回事吧？哦 ，OK， 来，可以哈，李修一个分数。65分。对啊，你现在随便。现在对你来说都是基本分。对啊，这个分数95、96差不多。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来一个。好，总有一天等到你。好 ，OK， 那个椅子啊，好，来。好，3轮元建议帶來太埔向前行。好嘞，躺過啦。限期第二，怣怣少年，祈禱愛挑戰。已經遠離三盼的倆情緣，因為已給無言，牽手愛行安遠，唔知間還有機會再相見。限期第二，我好講唔通，願家己多變，已經遠離三盼的倆情緣，因為已老愛自見，無因做的改變，有可無論結局都愛相見。太不向前行，太不向前行，開啟中單愛沒唔驚。誰嘛？夢想的路口，三芒大邊。哦，太不向前行，太不向前行，開啟中單愛沒唔驚。準備好誰嘛？誰嘛？夢想的路口，三芒大邊。太不向前行，太不向前行，開啟中單愛沒唔驚。準備好誰嘛？準備好誰嘛？夢想的路口，三芒大邊，一路風雨向下行。你好，太埔向前。所以其實參加一個比賽對你來講，咩？一太埔哈，人生的一大步。動太埔，動太埔。比到2步咩發不收錢？我的一小步是你的人生一大步。我脈動都上，脈動都上。他沒有隨便的，他有置裝費。哎呦，節目你看。置裝費是要跟誰請領？自己啊。自己啊，這個哦，貝爾斯輕寬充人你節目啊，就是以前不用多花這個錢，現在運動服、休閒服會打遍天下，警察裝，哦，現在還有哦，哇，現在這是特別去買上台登台服就抽嘞，哦，這是什麼牌子？哦，巴蘭西亞卡，不是，也是 made， 也是 made。哦，這個是好牌子，好牌子，名牌啊，這也是世界名牌。冇錯，好看哦。Net 啦，Net 是好牌子啊，好牌子啊，支持台灣品牌。
支持台湾，嘿啊，对对对，本土之光。你人如果是个名牌，你穿什么都像。哎，对，嘿嘛，给他身材好，给总爱度好。对，你长得帅哈，穿什么都好看。穷游泳啊，这个当然。罗哥穿什么都像名牌啊。是这个对啊。也真的都是名牌啦。对啊，我戴假的，人家也觉得真的。对，靠气质，靠气质，靠气质。对，靠气质取胜，同胸啊。哎嘛，对，好，来，哎，从这来墙壁欣赏了公平，来研究好了哈，来没 ？Gaby， 其实我一直非常喜欢你的声音，你的声音很有宽度，你知道我常常觉得唐你冲狗的世界，我会听到那个歌的故事，这个我觉得是我其实曾经有跟哲伟老师说过这个事，我说听你唱歌好像都会觉得有故事在里面，他跟我一样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，就是可能比较年轻一点，在生命经历上面有那么多的人没有办法做到的，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你很棒的一个地方，对。谢谢老师。那我喜欢你的声音在什么部分？其实我很喜欢你中音的部分，你有一种你的声音很亮，可是却有一种松松的那种味道，而且你会有一个自然的自然的那个抖音，松松的抖音是我很喜欢这个部分。但是给波尼聊出 GoQ， 我会建议你，因为它前面跟后面的那个跳很多，那个整个情感的表达，后面越来越高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的前面的那个，我觉得你前面的温和度很不错，但是可以如果那个再凝聚一点点那种。你知道声音的凝聚力，那个在做到，因为你天生就有松松的感觉，不是要叫你用力，但是那个共鸣的凝聚力再多一点，我觉得会更好。对，那记得进歌的那一句，喊给得，那不要那么冲，轻轻的出来就好了。好，这首歌的话，那我觉得这首歌的有一些高音的地方，你一直往上飞，但飞起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练习高音的地方，把它往深一点拉，你的厚度就会出来。其实你的声音的厚度是有的，因为我一直听到你的声音是有一种无限可能的感觉，那你要把它练出来。高的时候不但要上去，要记得要把声音再往下拉。好，你这个腹部的这个力量再 hold 起来，向前行跟向前行不一样，行拉下来，拉下来之后，你的那个。后面高音的地方的厚度才会再更多，不然你已经往上了，在最高亢的地方，虽然声音上去，但是没有厚度，就变薄了、变扁了，就会比较可惜。但是我基本上觉得今天是很喜欢你这首歌，我最后其实是还蛮感动的。好，加油！好 ，OK， 来看一下分数咯，哈，看下原件比嘅分数。冲这么冲，冲很厉害，懂厉害。对，他的声音我也真的很喜欢，就是很扎实，对，很单纯，很扎实，但也可以理解老师他们说的，真的，对，对啊，就再有情感面一点，它会更好，好不好？还有肢体当红，肢体可以帮助你唱。OK， 安子 C， 合作休息。OK， 好，下来松竹梅带来是宝雅。好嘞，躺开啦。台地球中给佛帕雷，跳那么是哒哒，用手台里帕萨内是在那么感动，跳平空下来以后把告诉，你下过马的空下跳那年，舒服那的马就跳心动的路途，一条弄回来，对爱空有魔法图，天空观从。
晒了一下钟，太地球冲给佛盘嘞，跳那么湿哒哒，用手太里帕森嘞，实在麻木的各位，跳朋友空下来以后把高水，给下公妈的空下跳闹呀，数空那的马就跳心动林落度，给跳用把来，对爱空模范。从不老一公大嘴鼓，作为第一中国城内第一跳舞，风扬中老爱漂亮从不卡路，他阿公头里碰灯泡茶，是龅牙妹喊你走好，莫喊起餐，眼空都在内压，我都放一漏洞。天空观从老一公大嘴鼓，作为第一中国城内第一跳舞，风扬中老爱跳动最不卡的路，看阿公头里碰灯泡茶，是龅牙妹喊你走好，莫喊起餐，眼空空在内压，我都放一漏洞，在我。在女关公面前耍大刀哦，女公关面前哦，东江，东江哦，演冲头前哦。哎，但是呢，冲叔你去给他咪头啊？哎呀，哎，你的声音质地变了耶。哎呀，完全同张磊冲的时间完全没变，他的颗粒感增加了。他以前你用以前的唱啊，不要了，因为我以前比较，我以前比较不喜欢去给他演本的嗓，其实俺从声俺的嗓就是偏沙哑的那种。我小时候唱歌都是鸭子嗓的那种，不是我就后来就觉得这个声音不喜欢，我就用。别的腔调把它包得很包起来的感觉。你现在做自己就对了。我觉得我发现我回到这样子，应该反而冲一点口味，不会开吃菜虫。好啊，懂好。好来，冲出来唱，嘉修老师公平一下。你冲出个，我马上回头看了一下演唱，是不是？看一下我们女公关，对，他还站起来呢。对啊，然后他说。有抓到精髓，有抓到精髓。我是有点，我一直有一个怀疑，跳过昆多吉嘎，跳白昆多吉嘎，跟现在差，他不是哪一天被哪一个武功高手点了什么穴一样？对啊，他突然间天眼就开了，这样子。他接受到 keyword 做自己，对，不知道，不要包装了。哎呀，你会给不会冲亮树狗？本来这首歌坦白讲，它的节奏是蛮困难的，尤其他那个哒。跳的那个反拍的感觉，可是我发现对他来讲，真的是这种，除非点穴以后开天门以后哈，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很难说这么自在。就刚才干过工廖树国，在他今天的演出来讲，是跳过昆多利亚，我们干过工替吃人了，就是他已经不是在学别人唱歌，虽然这首歌是社会的，但是我听出来社会唱过，我听过嘛，我们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他更烟嗓。这么讲好了，就是说他的声音更粗更厚，然后他有点像少宇跟智慧两个加在一起的那种综合体，所以整个的感觉我觉得说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哎，好，OK， 谢谢安之 C， 来看一下两个粉丝，马上目前的请国服呢，两位跟别人小已经不一，共用90分，来，上两位，一左一右。好，这个看分数之前呢，阿笨哥，阿笨哥，好，咩很唔过来，你唱错，错了，我同哥排泄啦，啊，你把有机会再过来编下来啊，再过来教下来，欢迎再来教哈，再来冲过，好，安子 C， 系，稍后就听下来看松竹某一个分数。芭蕾啊！芭蕾舞没有？哦哟！你还专用出来跳芭蕾？真的假的？跟有他们。
这是马力兄弟。听好了，宽松，就某一个分数。哦，这什么分数啊？96点分，恭喜中外连胜卫冕。太恐怖了！第8关 Lucky 8，哇哦！也来到传统组位，保庇正8岁，目前避免炸3关的媳妇姐。哎呀，每礼拜都中奖的，嘿咩吼，到礼拜将无人抱用啊，真的卡诶，这中奖啊，哎呀，加10关就够了，动有喜质啊。哎呀，今日美语的新的挑战朋友啊，欢迎，之前流泪过嘛，哎，动有印象呢，哎呀，点头啊。点头，安尼表示有人歌听就会唔記得咧。係，等下讓唐傑唱歌嘅嚇，好糖嘛嚇。係，來比賽之前嘅介紹我哋評審先生。好，歡迎李秋霞先生、魏生瓊先生、曾明珠先生、林贊英先生。好啦，好，介紹今位新參賽朋友來自新竹府口中勇梅大雷評判。來，行啦。按奖哈，他讲一些什么嘢？係咪吼？可以客家咁樣啊，可以就是懂古典啊。係啊，有古。我哋係要學解民族舞蹈。哎呀，有咩？哎呦，跳。實在可以了，有唱嘅。特別跳舞。跳舞嘅時陣要買個音樂。當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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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，哎，當。哦，哎，對，音樂。還是也是要像桂蘭姐啊。好不？真的，好了，走秀，好来走秀。哎呦，这慢动作的。哎呦，两边做对了。哎呦，人去那两片不管嘛，该音乐都做得特别啦。人个贵人之友啦。哎，有好啊，真的有好啊。这类都要舞台就好会展现啊，嚟俾大家看啊。嗰種台風無強用，起來嗰種用無強用。還有好嘅芭蕾。芭蕾啊！芭蕾舞沒有？哎呦，你還做用做得跳芭蕾？做得啊。真的㗎？跟有辦法劈腿嗎？冇辦法。芭蕾很好跳。哦。哎呦，芭蕾舞哎。
你那穷生就好的吗？冇，太了有兴趣张以后的，嘿，你这是麻痹兄弟。听一拜来了哈，听一拜。之前的刘行族的啦，刘行族哦，所以你梁总之外唱啊？喂，哎呦，很厉害啊！你歌有办好的嘛？你歌有办好的嘛？客家歌。嘿，好，传统的英国迄歌有办好的啦，吼。对，啊，跟你那海鲜呢？虎口嘅片。朋友悄悄啊，他个讲啊，歌有办的朋友啊。开同学会。开同学会。哦，就他个讲啊，英国都有歌馆呐。歌馆以后啊，他个又跟我说啊，吃吃喝喝啊的。哦，青河虎口嘅片咩青岛嘅乡亲朋友来参加。哎呦，幸福啦，好命啊。係啊，當然咯。好嚟，衝出嚟，唱秋下欣賞公平哈。中玉咪小靜啊，今日睇白看到嗬，個流行轉。傳統蠻簡單，傳統會比流行啊難唱，係嘛？我感覺係嗬，所以人家唱嘅時候，係看人嘅表情，很硬，要變較柔和一點。我唱更加好。聽一句歌詞配書嘅時節，嘅書語咪記得要注意，你就多少下斷掉，通通撲嘅一嚟出。其實嘅心火、心傳時，唔係心波。你心中嘅火啊！好，你老師可能要特別注意。你心傳時啊，心傳時，心火相傳。特別注意嗬。嗰度說法歸屬歌曲，上來非常準確啊清楚。但是你嘅表情要記得，配合到你嘅表情，多看人嘅上台嘅表情。你不要強雙頭嘅嗬，可能我相信你見會係有人更加會更加嘅好，見會有本傾聽啦，但是係有機會啦，繼續加入。好，天幣啦，我睇見咗。嚟，看教嘅分數啦。看下張玉梅嘅分數。哎呦！有新衣服，分數做得咯，留下來有哦，恭喜嚇，先坐一下，按姿勢嚇，好來，殺下來，殺來黃牙鳳帶來神果子，來談講啦嚇。房子哈，房子，你好，基本怎樣動講呢？親像合唱團的感覺。有合唱團啊！你這歌唱班有我講下，他個講下伊安尼合唱團的唱過。那個團體比賽的有哈，團體比賽真的是啊。有唱乜嘅歌誒？
就那个三大调。哦，三大调。哦，就大概跟我唱啊，你啊。比赛啊。中原的，东区的。东区啊，就是东部地区的。对对。哦，还有一组团去参加。唔知呢，唔知啊，班长比较清楚。哦。班长当底啊，你就双腿冲啊下腿，还是双腿就双腿，起后啊冲啊下腿就下腿啊。跟人个团有得到乜个奖项冇？有得到第一名。啊？参加奖。哦，参加奖，参与奖。新三讲嘞，参加奖。参与奖。哎。啊。哎，亚峰只有这家出过去了冇？清酒嘞。清酒了。哦。多久？几久以前？几十年。几十年了哦，经营多久呢？可能很多人真的，他的生活机能就是在他家附近这样。哎，懂懂没无限，嘿冇走条路。一两10年可能就味道家庭啊，啊，哎呀，啊就生活机能就买菜啊，冇做现那做安就给附近那呢。你还可能对个阿峰子来讲，就算出国了啦，係嘛？從發動 TV 來都退避。退避，哦，算出國啦。出國誒。只是冇坐飛機你講嘢都係坐飛機來。非法人坐飛機，咁哎呦，我出國了，啊，對對。你阿夫卡里幾重要權嘛？董燕。吉安有開演的喎。誒，算親演呢，從出國啦以後。好啦，反正嚟到有歡喜啦，嚇，唱歌啦，從實嚟，搶位欣賞公平哈。好。我50哈，今日唱的3個字，你錄歌我聽哦，上岸河岸清涼，哦喲，聲音非常好。嘅幾條歌唱到就平平順順。咬字各方面台風的事就冇乜好挑剔咁多。不過我個人感覺到唯一的一個貼用本嘢，3個係好彈，3個人為操心嘅嘛，歌帶長短夾慢，來音嘅時像牛皮糖樣，有咗流暢度。柔軟度，係咧呢度嗬，因為講能夠來吸收來多磨練，而唱3個咧上音嗬，韓國呢度表情各方面，你係咪會唱到當好嘅3個？我認為啦嗬，加油嚇，王師。哦，師母先生，謝謝大家。繼續唱，係啊，唱嚟越唱越好，係啊。好，嚟看一下分數咧。看一下黃亞芳嘅分數。哎呦！哎呦！92分。92分啦，係2位同樣嘅分數啊。平分就會向下留下來咯。有可能啦。哦，好，先恭喜啊！什麼亞峰子？我可以哈。謝謝。咁依家再坐飛機來啊！出國。出國咧。好嚟，殺下來。殺來牛田帶來羅山歌。來，彈我啦。山高川長，才明見啊，好彩喲。
子孙啊，千万年啊。田记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罗哥好，你好，陈大姐好。臭引动休长。哎呀哎呀，对啊，本来这休长已某一朵些啊，是公社的，对吗？黑嘛。谢谢罗哥，年轻10岁。老师从小教我们，对不对？要日行一善。对。可是我小时候很笨啊。啊，小时候多笨？怎么笨法？体拜去学校上课。体拜小学哦。体年去上课噶。记得咯。记得啦，因为痛忙诶。个下课时间什么，就去抢去秋千教啊。上课诶，重点就入教室。结果呢，行唔出教室。因为我出去家，我就记得小学们上去家学校唔会当熟悉啊。系啊。就记得我教室前面有个小水池，我就行个小水池，个水池对过去有两只教室的门，两间教室，一只后门，一只前门。我出去个喺后门出去，入去个前门入去。哦，冇强班啊，冇强班。伊入去就讲，你唔免入教室呢？我讲，因为唔明，我做咩呢件啊？因为我唔明，我都唔知讲，你是可能看见书包黑眼系冇？我讲没有，谢谢。哦，啱啱坐下來。哎呦，看到唔係按你嘅書包，就甚至。同學咩係盲認識啊？認識唔係查係盲認識書。老人家哦，記嘅全部記頭擺事。頭前的那頭擺事情懂清楚哦。唔該咩懂清楚？其他事情就記唔起來。真爽吧？好的。歌詞冇填忘的，歌詞有記得就好咧。填記得啊，雷兩片的重點有記得就好。你中國的那個手勢哈。有啊，佢哋話有一條花式手勢，你中國有多呢，挖拳呢。哦，啲嘛？自家咁有感覺。而家線上有教。冇線上冇教。線上冇教，而家數嘅通走青島呢。對啊。唔知記嘅乜嘅，係乜嘅？山歌傳唱。猜民間，猜民間，叫佢咋用挖拳那樣用。挖夾咋拳那樣用。對啊，厲害呢！這每一場也中國風聲冇共用。有啊，從辦國營嘅時節嘅手勢咩有關係啊？哦，阿妹啊，叫咩樣衝嘛？哦，對。應該係吧？來，民主先生，叫民主先生公平哈。田田小姐哈。佢按用人嘅方式係都係輔助佢嘅，輔助啦，轉音按用人都係周潤，係周潤嗱按嗱嗬，但是係呢條緊張，嗬，冇應該佢做得唱得當，佢時代下當落線嘅人咧，真的哦，我講是將時代下按300做嘅，不用輕鬆就好，不用輕鬆來，300個係，讓唔會一記按嗬，當。唱人啊，當真件都係唱藝術歌曲咯，用人嘅方式都係唱。你講唱藝品上是用人嘅方式嚟發，你是做得當詞人嘅表達出來。本來唱山歌是係啊，當輕鬆嘅，你歌詞配出來，讓班人來好好的詮釋佢嘅歌詞嘅語境。按是做得嘞，好，莫想按多啦，好，反正一首歌聽咩，好快出按用人聽落去咧，既然上台咧嘛，好，係咪你不用強鬆，叫我手表唔強咧，聽我講看你下幾強。奇怪嗬。係啊。佢有數有創作咧。數，但是佢唱硬咧啊。係啊，佢唱人嘅指揮用啊呐。我指揮佢強。而家講站在3-7步按用較強鬆。根本唔好看啊！我哋細妹人就冇按呢方式嚟演咧，又沒老師啦你。係係就記。讓上出來，練習吧，嚇3個加強落去練習，本佢詞人掉，你分數會拿下拿高分多，嚇繼續加油啊！好，謝謝，來看下嘅分數啊！看下牛田嘅分數。好，哎呀，哦，哎呀，
什么姓啥？做对啦，做对啦。做对啦，用来强壮的个分数可能还高。哦，蛮好写。好，加油加油哈，加油！谢谢，谢谢，好，三列当好，谢谢。好来，撒下来。撒落去，陈里面带落平板。来，弹个啦。山摇了路那夜，这个现在烫开滚热啦，推热个。哦，茶当风堂，茶当的表，较接表卖那个，不超卖那个。罗斯风。火罗个滚热。那点比较早期啦，但罗斯风它没很风啊。哦。当好，也一创业文啊，一创业文，一创业文啊，对啊，有动文，有啊，嘿，当然啊，佢落嚟按久咧，係咪？可能佢接視察啊，關係嚇，視察係當視察嘅時節做聯繫啦，係咪？有啦，聽過前來燙開滾熱啦，推熱個，茶當風堂，茶當啲表啊，較接表賣那個，不超賣那個，羅斯風，好那個滾熱。那啲比較早期啦，咁羅斯風佢冇人風啊。他做企喺羅斯風，嗰啲從喺羅山，佢攞嚟高嘅啦。佢攞一路嘅，比方。從前攞嚟啦，淡水無色大戲，對，我想我歸還有個方瑞兒呀，方瑞兒，風水哦，方瑞兒，優雅。哦，優雅，往事只能回味兩。這種老歌其實有時候那個版權很恐怖。哎，一麻煩呢哦。好，從這裡哈，從這裡哈，來談戰役欣賞公平哈。好嚟，我哋平生咱羅拜哈，我此段真負深度。哦，尤其喺商業那邊處理啊，哈，要加強啲啊，規則嘅迄段落咧就很 OK 啦哈。就講而家商業哈，唱制式化。哦，有啊，像人哋蘿蔔的棒啊，睇到一個蘿蔔一個啦，啊，這個跳硬掉哈，誒，也個要有個銜接管啊，商業要處理啊，你要再注意兩點啊，但是人個咬絲咧就話吸煙強調嘅花兒啊1號，非常好，加油哈！好，多謝哈。雲面問題啊。對呀，就咩較硬層嘅，好，來看一個分數啊，好，看一下陳裡面嘅分數。來。
至少。啊，有没有留下来没问题啊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恭喜呢，恭喜啊！哈，安子姐，好，里面太狗，好的，坤哈，谢谢。好来，沙雷，避免炸，主心分带来平板。来，谈过啦。真的很强哦，牛人呢，很美，兴奋死耶！你两啥都人家粉丝，对呀，难怪呀，帅哥美女安不哦喏，真的难怪呀，粉丝懂多呢。系啊，两个位粉丝懂多吼，买菜都唔是钱，系咪？哈，也系买菜怂用。唔讲买菜有啊，有吼，买菜嘅从我讲，哎我唔能叫我唱歌喂，真的哦，我讲你向你看就有诶。哦，错，有可能你节目是错，有啦，韩国嘅沙琪嘅人咩当导演嘅。沙琪哦，哦，专讲我去，专讲去亚布卡，去亚布卡叫我看哦，咩簽藝啦，簽咗嘛，簽咗嘛，簽過哎呦，簽名哦，暗啲暗冇唱過，真的哦，有看到你就錯咧，不可貌相之錯嘅，特別同蘇斯安叫唔啲講暗冇唱過嘅呢，哦，冇啲喺面前唱俾他。沙琪表演嘛，唔可以哦，沙琪表演咧。有上時嘅沙琪有買半夜班啊，李總我向佢期盼發通嘅時節啦，係啊，啊睇自己唔掂，同佢唱歌。以為人唔啲啊，哦，你啊，係他當然啲咧。因為沙琪人多嘛，啊有啲可能冇可能啲節目啊，哦，啊佢咪轉，哎呦看到，哎呀咩，這個，朱太太，苗曼然，啊，苗曼然咩？第一個太魯順嚟嘅，太魯順，哦，咁專講呢個，簽嘅兩簽嘅啊，你講有話冇唱，真的哦，哎呦係唔搞掂喎。有啊，我講我係唔敢啦，我等啲個學。難學去，唱到很好。你做得佢歌謠版的吧？係啊，做唔得啦，做唔得啦。你下來編一隻嘅冠軍啊，係冇？歌冠就做得嘅神槍新傳神。唔係咧，一條線上咩當辛苦咧，對嘛？哇，每一首都做得傳神下依啊，係冇？叫傳神識加沙琪嘅。叫沙琪嘅。係沙琪嘅片。哦。好啦，你一定要越來越有名。係啊。來，從說嚟唱，邱亞欣上公平哈。係。咁咪唔覺得嫌啦㗎，要唔啲一嫌係幾好，冇加慢嘅個幾多嗬，係咩多少？拖個條，拖試試咧。多少？三個愛唱咧，你要感覺唔嘅氣比較不足一點點嘅。哦，唱歌是唱到唱時個，我那腹式吸氣，腹式呼吸，深呼吸，唱嘅時間慢慢變。喺咬舌吼，我注意今日人聽，你咬舌非常正。啊，唔過唱歌有機會吼，要注意唱到會讀到。你們家講熱心唔係熱心，熱心相愛唔係熱心，心肝
有冇強咯？心情有冇強咯？啊，你說散檔，散之後散檔嘅散，你當散歌散唔散？我講要唱咗，唱一首歌叫山東山國去山坡，山前山了樹山多。那一首歌裏邊有什麼隻山字？但是山檔山歌山前山了，要特別注意哈。所以今日啲身份可能能夠平平和和過關啦，能夠冇就唔對哦，第一看中分咯。好。加油！好，什麼先生？好，對，倆搶目前5個分，田記，哎呦，田記，安尼根本呢，大家都留下來全部留下來哦，恭喜大家！下禮拜去嗰個邊啊嚟，好，嚟，哎，看下來看主幸福嘅分數。69年，比多利亞他們會10年勾引，19年呢。長鼻的細節，我說過有了。好，可以。長鼻的細節哈，哎，我用的。你到底要說？長鼻的細節。哎呀，看下來看主幸福嘅分數。95分，恭喜幸福姐！避免成功，搶登上你的避免炸破 B。哎呦，你還提示管哦，恭喜！山歌音樂會，哎呀，哇，今日不得了啊！哎，你演講要向書咧，係咩？有搶到嘅咧，觸動天傳呢個山歌比賽評判出嘅得獎選手，哎，前3名。前3名，全部都係你親面書嘅好朋友嘅嘛。家家比賽啲都會看到佢哋對，咩啲安尼節目有參加個比賽過，冇用人嘅啦，一直比啊。係啊，這對推廣客家文化，好衝客家歌，客家山歌。好，嚟先來分享 TV 啦，嚇。TV 係就牛記帶來評判。好，嚟談講啦嚇。公黑了。
没有给记哦。两位主持人哈，哎呀，红楼发生呀，我，好久冇見啊，一年見一擺。而家講嘛叫什麼樣嘅啊？啊，一種屁股嘅感覺。啊，棉質啦，棉質，棉質係啊，一種頭髮啊，架婆婆卡咩有嘅，係啦，髮色啦。他感覺他省啊，係啦，大爽，大爽，拿來做散步，拿來就剪剪啊、修修啊，做一兩三。很假了，有沒有亮晶晶的亮片？你當紅，然後就變成一兩個做得出來表演嘅散步了。說施華洛世奇鑽石，哇，很容易按高級咯，哎呀，按叫你無限物嘅係啊，呀，退休了哦，退休了，係啊，退休。就本來做乜嘅？哎呀，本來做形容啥嘅啦。哦，本來就做啥？自家做啥？對，所以啊，兩真的皮棍拿來剪剪啊。啊，真的是施華洛世奇哦。對，啊，退休咧是去個社區啊，搞創山歌啊，哦，歌謠班。係啦，哦。喺無償搞人呀，有社區茶馬飛。啊，有啲啲嘞啦。哦，推廣啊，推廣嘅事就錯咧。係咪自家作詞呢？作詞啦，係啦，係啦。係啊，佢搞呢度學生嘅。沙琪啦，沙琪嘅啦，沙琪可能是個啥呀？伊是人啥樣？差唔多，差唔多。哎呦，好少咩青島啊？對啊，對啦，所以叫佢自家作詞啊。自家作詞啊？係啊，係啊，以前去做嗰啲歌詞呀，我唱啊咩係自家寫嘅啦。自家做嘅詞啊，唔加唱啊，自家寫啊。係啦，係。咁厲害呢？很強哦，我都唔要。你是冇作詞啊？你已經叫中當後面自家作詞嘅嘛？係詞咩自家做嘅嘛？亂掉，咩嘅？安排場所哦，客家東西唱出來是唱，唱出來是，但是這個本來按是相當好好，做得按嚟唱，按要接觸客家20人，基本上咩還有啲樂山歌就40人嘅標準嘅嘛，但是奇怪，一上到嗰檔台。就唔記得，我帶佢去拉蟲係嘛？佢用的是來哈，去杭州的熊一下都打充滿狗屎，還可以震撼現場的人員。冇錯啊！啲電視機前頭前看到就吃到清理會。你是把隻詩，我寫出嗰種一條狗嘅心情沒冇見的，真係是把隻詩聽聽的。喜怒哀樂全部都在寫啊！喜怒哀樂啊，對啊，所以背後他的底部度。沙琪嘅咪個風景啊，嗬，咩愛寫個即係搖籃啊嗰啲，全部寫落去。嗰條押韻冇？押韻。一天愛啊，天出愛啊。押韻落去當荷塘。荷塘啊。韻咧熬漿淚就出嚟啊。師妹愛熬漿啊。師妹熬漿淚，天出注意。唔識啊，吃到人下一次清河嘅那種詞。我唔敢講要清河啦，就是平常心時候啦。哦，都清河啦。對對對。全部都喺自家講嘅啦，分唔出來，全部都很好啊。作詞作曲的都是這樣子。記下音記下音好啊，連下就我吃到頭白寫都唔好，冇啦，丟出來。印度人進步嘛，對啊，咁平常時啲副卡係你會講啊，除了教學生嘅以外，係咪叫我練歌啊？去白人班啊，係我去白人哦，即係會進修都得。係啦，我去白人班，唱曲大鼓嘅，安尼啦，還大鼓哦。哦，係學個大鼓誒。哎呦，是全套的呢。哎呦，全套，有興趣啦。自己唱嘅。自己打，自己唱，自己演嘅。那是傳承咩？客家白人啊。跟你要出去表演冇？有啦。哎呦，白人版咩要出去表演哦？有啊。哦，真的哦。唔單止唱歌聽聽呢。佢唱曲。曲啊。哦。跟你負責白人嘅鼓，也係弦嘅，也係。鑼鼓老唱。鑼鼓老唱。哦，跟你說邊打邊唱哦。快！也是山歌。唐玉有些乖乖。對呀，哇，這個大。你還姐姐衝嗎？哎，那個壯老師。壯老師，你有辦法邊打鼓邊唱歌嗎？可以啊。小 Q 老師，壯老師有什麼拿手的歌嗎？我怕他害羞。哎，我們的 opening 啊，三個六。
哎，真的嘞，老天是公平的哎。对。会打鼓的不一定会唱歌哎。是啊。没有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传承。你看，他们本来没他港影啊，你唐人没会冲的呢。一定用声演的，你看他没会唱。你知道你在唱什么吗？都是会。应该哦。应该啊。那小康老师，你会边弹边唱吗？哦，我可以哦。他没有问题啊。哎呀，但我们没有要听吧？可以哦。我也没有要唱。那可以拜托你唱吗？你可以唱一下吗？他好像没有开过金口哈。有啦。有吗？只是你不知道他在唱歌而已啦。哦。他开了金口很多次了啦。真的啊。对啊。有机会。哦。还有，哎呀，安志生呢？你们猜出有唱的，让你节目窗口帮大家谈。安好会搞歌声，一天都分享。真累。马该组队参加就做得来加拜。哎，特别给发做的转来哈。好，安志生，爱你啊！继续哈，发扬客家文化。好，安志生，好，也可以哈。爱你啊！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很喜欢比这个。你也会吗？啊，这个本来就是年轻人流行的嘛，一开始韩流嘛，就开始流行到后来很多这个长辈对啊，但长辈也都不知道怎么，后来变成都这样。用吧，就必然有。就不知道怎么比这个。你讲的好像你不是长辈，所以要不然要怎么比？去按勇啊？就这样啊，就大口来。对啊。罗哥你的心很小哎。有的长辈就不会比，就不知道。你知道在大口的吗？哦，我是寸心呐。哦。就是所以就比较细心的一个人。哦，所以我是。你是大拉拉，我是大心，很贴心的意思。对，好来，杀下来，杀落去，了强勇带落来，平板。好来，弹个了。期盼。
哎呀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喵小子啊，姊妹要來咧，要來咧，看到這個非常親切啦哈。Q 樣講，係咪？越來越講，越來越電一下。用美貌來吸引人。真的哈，沒有錯，真的可愛啦，內外兼具，漂亮就漂亮，說什麼可愛？就高追嘛。對啦，有你演，有你演。有人是可愛，他不一定漂亮。哦，對，我們兼具啊。兼具。好了，他也是個呢做動田傳業的個呢常勝軍哦。係啊，即隻來啊。係啊。係哦。當年這比賽啊。幹嘛改？疫情那幾年我是沒有比啊，疫情嗰幾年冇攀啊，咩冇攀嘛，係冇攀，挺驚人。啊，這有乜個唔驚？跟住啲比就好嘅呢。係啊。啊，連他比都全部成績都以後。全部成績以後。可是我從民國99年開始比賽，我不是最近這幾年啊。大概100年的時候才拿，就第2年嘛，第2年就拿到對唱組的第2名。哦，佢唔係客家人，因為佢是上去比了。唔係客家人，我係新人嘛，係嘛？唔係河洛人。河洛人啊？哦，就加到做黨嘅片，羅講嘅客家。但是我已經唔會講嘅啊。係啊，這麼衝到以後啊，係啊，見衝見後啊。入鄉隨俗。99年比到了，他們不10年高啲咧。19年咧。張畢業時節，我說過有啦。好，可以冇問題啊。張畢業時節哈，我用的。你說國語。到底要？張畢業時節。都知道在啦。都是我們的語言呐，都是用用啊，吃眼就好，吃眼就好。應該講開了，好，燙腰了。該講畢業時節了哈，該用合唱團那種山歌合唱團的那種方式去唱。哦，結果一上去唱，我覺得我唱得很好啊，連入圍都沒有，不要講說要我得到名次。所以一開始就係參加合唱團，哦，山歌嘅合唱團。哦喲，嘿，山歌合唱團有得名啊，可是個人就李吉明先生嘅山歌合唱團，類似啊，我以前是參加梁煥波老師的那個合唱團。梁煥波老師哈，對。所以啲合唱團唱嘅時節是山歌兩那唱啊，錯，所以你就只有按人方式去參加比賽。錯。哦，佢可能嘅比賽技巧方面有些冇強用，合唱同共演唱嘅會冇強用。報名嘅伊嘅山歌老師，山歌有線上嘅學，像魏老師啦、陳老師啦，該有學，該純粹的傳統山歌，客家山歌，嘿，讓你茅塞頓開。哦，原來。長啲哦，難怪愛每年會。語面嘅問題係嘛？漲動多。對，然後報名時又更進步了，就還慢慢幾乎每年都有得到名次。真的啊，你們從那以後啊，公司再發。那比那麼多年，你中間有想要放棄過呀？嘛該有冇？有啊，今年就有想要放棄啊。今年我今年剛要出賽的時候，早上起床，我連 A 調我都唱不上去，何況我要唱。怎樣？前一天晚上覺太多了啊？沒睡好，被吵的。晚上忙。被吵。被蟲鳴鳥叫吵的。哎呦哇，多好啊！蟲鳴鳥叫那個是對，可以讓自己很深入睡眠的東西。不行。結果我到我那時候要出門，而且平板組是第一組比賽，第一組比賽8點半報到，9點就要開始唱了。9點就唱歌，所以沒聲音啊。你可以啊，我不行。對，真的沒聲音。冇辦法。你可以。誰可以起床就唱歌啊？所以要上去的話，硬編啊，好歹有入圍哦。可是第2天決賽還是第一組。哦，所以就會還沒開嗓就唱嘅啦，係咪？應該不是，那時候可是我一直到5月份感冒才好哎。哎呦。哦。哎，我曾經可能可以稱呢，哈，輕度確診的你。我曾經真的跟一個那個天後級的人物，我們在舞台上表演，對啊，就唱的時候，他突然就是，
抹伤嘞，演给抹伤嘞。我看他自己脸，你都吓死了。嘿哦，你讲你还记？记，唔免爱哦。哦，哎好了嘞。哎，那你要扮女生帮他唱掉吗？你有帮他拉高音，这样帮他唱掉吗？我没有，我也吓到，怎么没声音？我靠，什么的？你要干啥？就冇办法，冇伤就冇伤了呀。就是一定要唱啊，我才有报名了。既然已经报名了，就一定要唱。不管成绩如何。对，还是要运动家的精神。哎呀，冇错，对嘛？最后的还有点命啊。对呀，实力坚强啊。纵使没有得名，反正明年再来拼一次嘛，对吗？对，明年把身体养好一点呢。对呀，这种身体不用怕了，这个狂风暴雨，什么身体都要好好保养。狂风骤雨也吹不倒你，对不对？我们屹立不摇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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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子。好，谢谢安之森，大家好了，回这休息哈。够伤。嘿，好了，杀下来，杀了迄天命的哦。哎呦，哦，骨骨，恩带来平白。好了，躺下来。
郭先生，请就冇看到了。按 Q 我看到你身材、pose 都按好，状态哈，保持得非常好嘞。对呀，有样模样，这个真的对。比罗哥还不是相上下。哦，不是，他对莫啦，所以他那个体态真的很。波勇都以后。波勇东后，对啊，他也是3位唯一有出过个人专辑的流行歌曲。加油发行，他年转型嘛。动作都发行。哦，真的哦，前臂后。双总发行对啊。2018的时间，给6年前。哦，在疫情上发行。在疫情上老师，他会出一种给 CD 流神心啦。流神心，流神心，流神心。哦，那记得你有唱吗？記得啦。就我唔記得，唔是講一個聽聽。嚟，我哋唱一下哦。劉神仙真係創意社團嘅嘛？本大家回味一下呀，係咪？好，做對啦，做對啦。你唱一下，老師。唱一下副歌嘅部分樣。好啦。本太子噶，彈一下。天邊流星，輕壓一瞬間，劃過一條線。明亮嘅光芒就是風，請問你對愛係唔係真心？莫笑莫失心痛，你那係無意將伊來表明，唔可不愛我夢的，無論係天不應，也係路隨天，愛不永遠批判你身邊。哇！多厚實的聲音！哎，真的呢。對啊。鐵白糖豆。差啲唔記得。差啲唔記得。請叫冇唱嚟嘛？應該咩家家有表演吧？係啊。有場時我唔記得，臨時唱出唱嚟跟嘢臨時。唱嚟一天都唱啊。哦。對對對。唱愛啊，不太運用一下。講個上次哈，像林展毅老師嚟製作嘅專輯，哎。嘟嘟好。嘟嘟好。嘿嘿嘿嘿。非常的適合。嘿嘿，真的嘿。尤其又唔係客家人嚟嘅玩波。真比我嘢做，佢咩？強勇唔係客家人嘛，但是佢哋帶到客家莊啊。嘿。阿基啊。阿郭先生。阿郭講。郭先生。郭安。郭。嘉義嘅咩人？咩可能人係冇？咩可能人？算嘉義加上來吧。加上來。係啊。日本有客家人嘛？哦，日本有客家人。所以你入贅都客家莊，知道嗎？也可以咁講，係嘛？哦，咩人用嘅機會接觸到客家嘅文化啦？錯。哦，咁佢是客家嘅高聰。佢張來時節唱咩鹽乖乖啊，但是佢也係誒，唔單止流行歌曲唱得很好，連天傳嘅片段。看得大條面，係啊。嗰時講啊，講去個表演的時候講一拜吼，就展毅老師頒個演唱會嘛，這總正統，哦，青太統，青太統，誒，展毅老師介紹我，因為睇個出來吼，個現狀啊，青島人哦，一天喺看咩，一天喺唱好啊，但是呢，你展毅老師介紹我吼。因為佢啲嘢係好容易，佢講吼要注意彈哦，你啊可能會衝一飛平，可能行出來咩開始飛平嘅。啊，你行他態咧？懂你清啊，但是吼好啲還有教材啊，有衝。做得啦，冇問題啦。人家基礎打得好啊，有東西喺台上見，他可能台下就覺得還好，但是一上台。哇，就渾然天成，對，就不一樣。老師有搞得清楚。老師真係，連展毅老師係讓千妹搞，係啊，唔講佢培養一朵嘅學生嘅出來，係啊，對嘛？是在講眼嘅山歌咩？佢咩有講啊，用辦從其他嘅衝法，冇話傳統嘅衝法輕多啦。對啊，高音低唱啊，乜嘅低聲高唱。是喺講係冇買嘅電啲啊，但係其實阿祖愛用錄落去，其實愛用阿你過落去，
哦，你讲得懂简单啊，你就按用糖果衣就抽了啦哈，最后你去搞来冲还用，那俩意思嘛，我简单翻译一下。冲得好唔好啊？唔知，前老區又拍。衝得好啊，你都頭名咧，係啊，衝得以後啊，係啊，啊，除咗你衝過整個最近都冇係咪事情？哦，最近還忙退休啦，就是講，忙退休，對，錯。你做乜嘅條路？做嘅中華稽查，做總法做啲工嘛。做對啦，做對啦，媽，你係董事長係嘛？冇啦，就工廠做事啦，啲等明年可能佢退休嘅，明年再退休嘅，真係。專心衝過，開辦教區。有啦，你係要上嚟，有目標嗬，要一個目標要達成。像禮拜嘅天創業嘅嗬，在要平板過來，可能做3個字過來。哦，再來平啊咧。過來做個超級組嘛，超級組嘅，中組錯，向倆目標，已經深入有一個目標嗬。所以你已經拿到第1名，所以你已經吃演就有新傳時嘅一個資格的嘛，對嗎？可以咁講啦，但是因我不分，錯，但是嗬，人家感覺係即間還做唔得，還認真啲，還好是吧？錯。三組嘅頭名全部同佢拿起來。係啊，真加油哦！加油！因為嗬退休咗下來嚇，而家嘅做嚟教學生哦，要禮要通過啲嘅新傳時嗬，嘅做啲傳承啲客家種嘅嘢，嘅全部哦，全部從前台嘅全部哦。60-70歲吼都穿好，穿會創啊！係之前講，所以講你都會全幾個搞下去。係啊，就教學相長嘛，大家就講啊。天創意做得讀到青，到長安用嘅心情嘅欣賞啊，然後傳承客家文化。係啊，那繼續得變落去啦，好啊，安主席，多謝，感謝，大家，謝謝。好，係啦，回頭休息。好，哇，今日有請到啊，那個天創意的評判組嘅前3名都創過我們大家堂哦。他這個聽說青雄樹，你講已經是聽出耳油啦。沒錯。對呀，啊，好啦，喺個個是好創國嘅朋友啦，哈，繼續來報名。給他打電話落去096667等台這個打電話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。什麼那個？阿妹多謝3位。你今年度嘅天創意評判組嘅3位好朋友，李筆記、劉永記還有郭欣賞，安子 C 什麼小強老師還有我最欣賞，安子 C 辛苦嘞。什麼原創工作人員辛苦嘞，安子 C。所以大家下禮拜唔記得啦啊！今天呢準時時間呢，農業大隊，農業。